11年前畢業嘅時候接近18歲，而家再次翻嚟嘅時候接近30歲。是不是找到了一點點上課的感覺啊？上課。老師好，歡迎同學們回家，請坐。11年之前，大家在18歲的時候留下了一封給自己十年之後的一封信。啊，那麼今天大家回到了我們的學校來拆這封信啊，不知道大家以前寫的什麼，還記不記得呢？潔瑩，哇，潔瑩畫了一個這麼漂亮的，哇，摸它一下，回歸本質，草根必勝。哇，10年後，我們都還是草根。好，茵茵啊，哇，好大分啊！黑信，哇，有陣味道啊！11年前嘅味，青春嘅味道，嘅味道。點解啲粉絲咁靚嘅？喂，因為咧，當年我攞咗可樂生活阿 Jam 嘅海報，給10年後的我翻去再讀。翻到屋企之後就同大家讀信啦，給10年後的我。今日距離高考仲有103日，我坐喺房間，坐喺課室裏邊聽住給10年後的我寫低呢一份給10年後的我嘅大作。陶子老師同我哋不停強調用一張靚啲嘅紙，所以我就攞咗阿 Jam 嘅海報嚟寫，真係夠晒型啊！10年後海報正面嘅阿 Jam 會唔會好似而家咁風光呢？會，甚至更加風光啦！以前佢開嶺南明珠，而家開世紀蓮，連續幾晚你都搶唔到票。10年後，我喺下面寫低嘅邊啲會實現呢？淨係一樣都實現唔到呢？有關於夢想，由細到大我都冇忘記過自己要成為一個 DJ 嘅夢想。雖然而家自己所行嘅路似乎同佢有啲漸行漸遠，但係大個咗，到咗唔同嘅環境，我相信仲會有好多機會去接近佢。話唔定我會參加電台 DJ 新秀大賽，成為佛山電台嘅一個 DJ。總之謹記啊，捉住機會，10年後當你睇返呢封信嘅時候，話唔定我就係一個電台 DJ 嘅身份啊！恭喜你啊，你實現咗！喺9年前，2015年你參加咗電台嘅比賽，後面你一路都冇放棄過呢件事，然後你而家就係一個電台 DJ 啦。有關愛嘅方面，希望我懂得人情世故，同親戚相處和睦，希望爺爺嫲嫲依然健康，爸爸媽媽都健康開心。喺2020年同埋2021年嘅時候，爺爺嫲嫲就走咗啦，爸爸媽媽都健康嘅。唔知道10年後嘅我，仲會唔會記得嗰次傻更更無知嘅初戀呢？傷痛使人成長，相信10年間你一樣會經歷好多嘅傷痛，但係第一次話俾我聽，10年間你唔可以咁隨便，要揾到啱自己嘅，無論係另一半就係工作，唔啱自己嘅會令到自己好難受，夾硬要去附和，只會兩敗俱傷。喺呢10年內，又真係遇到過好多難忘嘅情感，亦都放低過一段成7年嘅感情。其實我有做到嘅，就係堅持揾啱自己嘅人。仲要記得嗰一個個好可愛嘅組員，多勞多得小組嘅玲玲、小雨、Vincent、Carmen、Angela， 記得嗰一句好親切嘅 leader， 佢哋係陪伴咗我成個高3嘅酸苦甜辣。係啊，你哋嘅呢一份小組嘅情感延續咗成11年都冇斷過，甚至係今時今日。今日距離高考仲有102日，10年後嘅種種可唔可以實現，同呢102日有住好大嘅關係。我希望呢一張紙唔會成為廢紙，我要對自己嘅未來好好負責。有啲事情要好好咁去放低啦，加油啊！10年後嘅我都要加油，記得要令每一日都充滿正能量，活出自己嘅精彩。10年前嘅我應該都唔會知道喺今時今日仲有內卷
同牛馬呢啲嘅詞彙，但係好似以上嘅詞彙成為咗我哋日常嘅狀態。咁但係我覺得我都係無負給10年後的我嘅信嘅，希望未來10年後嘅我都會繼續精彩啦。別太遲，又10年後知